台北市路边要找停车位是真困难，有一寡车会长期占用。台北市会提出修法的草案，路边停车对上长30天，缩短做10天哦。伫公告了后的5天，买当强制拖车，拖车的费用嘛对目前的900块提悬到1500块。市议会若三读通过，上紧明年就会实施。台北市路边的停车格透早就停满啊，若临时要拆车是真恶找。为着避免民众占违停真侪天，市议会法规会顶日通过修法草案，未来路边停车超过15天就会封拖去，就算有落停车费，嘛会封强制拖去保管场。我当然赞成啦，因为这又不是你的家里，也不是仓库，这是大家要轮流有事儿出来才停车的地方啊。像学校地下停车场，它也是便民啊，也是方便你们。那你既然有这种需求，你要常停，你干脆就去租嘛。台北市交通局表示，已经修正相关的自治条例，甲占违停真久的定义，为目前30天缩短做10天，而且公告了后的5天就会使来拖。另外，拖车的费用也为今卖900块加悬到1500块，车辆保管的费用会由半工100块起到200块。我们常常有接到民众反映，说车辆停放，车搁不住，然后车辆久停，所以我们有参照6都的久停车天数，这次把它缩短。根据天管处的统计，台北市每一年平均有80台至90台车，因为占违停伤久封拖去。另外有500至600台车封打红单警告，所以天管处提醒民众，若有长期停车的需求，亲像出国等等，会当先买月票型停车的服务。若去封拖去的车，3个月车主若是无来领，就会依法拍卖。不过，这个新的制度要市议会三读，若有顺利，上紧明年就会实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